話俾你知一個事實，30歲之後你一定要知道，家庭嘅第一核心唔係感情，而係經濟。唔理你接唔接受、承唔承認都好，事實上一個家庭入邊絕大多數嘅問題都同錢有關。仔女供書教學要錢，衣食住行要錢，孝敬父母要錢，談情說愛更加需要錢。錢雖然唔係萬能，有啲嘢錢都真係未必買到，但係冇錢真係萬萬不能，因為99% 嘅事情都係用錢去解決，剩低個1%錢仍然可以緩解。如果一個家庭入邊出現咗嚴重嘅經濟問題，咁呢一個家庭嘅婚姻往往有機會亮起紅燈。其實只要你平時細心觀察周邊嘅事情，你就會發現呢一個社會通常去到離婚嘅夫妻都係話自己嘅感情破裂，性格不合。其實呢啲都係大部分人嘅藉口，事實上係經濟出現咗問題先至係真相。